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讚歎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調伏剛強眾生，知苦熬法，各顯示者，問訊世尊。是時如來含笑，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所謂大圓滿光明雲、大慈悲光明雲、大智慧光明雲、大般若光明雲、大三昧光明雲、大吉祥光明雲、大福德光明雲、大功德光明雲、大歸依光明雲、大讚歎光明雲，放如是等不可說光明雲耳。又出種種微妙之音，所謂檀波羅蜜音、尸波羅蜜音、羼提波羅蜜音、毗梨耶波羅蜜音、禪波羅蜜音、般若波羅蜜音、慈悲音、喜捨音、解脫音、無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獅子吼音、大獅子吼音、雲雷音、大雲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說不可說音耳。娑婆世界及他方國土，有無量億天龍鬼神，亦集到忉利天宮。所謂四天王天、忉利天、須閻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小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梵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摩希首羅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一切天眾、龍眾、鬼神等眾，悉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樹神、山神、地神、川澤神、妙駕神、晝神、夜神、空神、天神、飲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諸大鬼王，所謂惡目鬼王、啖血鬼王、啖精氣鬼王、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攝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愛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以觀視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國土他國土，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者，汝知數否？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欲以我神力千劫測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師利：吾以佛眼觀故，猶不盡數。此皆是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已度、當度、未度，已成就、當成就、未成就。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以過去久修善根，正無礙智，聞佛所言，即當信受。小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雖聞如來誠實之語，必懷疑惑，切使頂受，未免輕謗。唯願世尊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因地作何行，立何願，而能成就不思議事。佛告文殊師利：譬如3000大千世界，所有草木叢林、稻麻竹葦、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一劫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為劫。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以來，千倍多於常遇。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文殊師利，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菩薩名字，或讚歎，或瞻禮，或稱名，或供養，乃至彩畫、刻鏤、
素七形象，是人當得白返生於33天，永不墮惡道。文殊師利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劫前，身為大長者子，時世有佛號曰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問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時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告長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生。文殊師利，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施大願，與今百千萬億羅由他不可說劫。上為菩薩，由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彼佛壽命400千萬億阿僧祇劫，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宿福深厚，眾所欽敬，行住坐臥諸天維護，其母信邪，常興三寶。是時聖女廣設方便，勸誘其母，令生正見。而此女母未傳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墮在無間地獄。是婆羅門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計當隨業，必生惡趣。遂賣家宅，廣求香花及諸供具，於仙佛塔子大興供養。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其形象在一指中，塑畫威容端嚴不避。是婆羅門女瞻禮尊容，倍生敬仰，思自念言：佛名大覺，具一切智。若在世時，我母死後，倘來問佛，必知處所。是婆羅門女遂泣良久，瞻戀如來。忽聞空中聲揚：泣者聖女，勿自悲哀，我今是與母之去處。婆羅門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揚：是何神德寬我憂慮？我自失母以來，晝夜憶戀，無處可問。知母生界，時空中有聲，在部裏揚：我是與所瞻禮者，過去覺華定自在王如來。見與憶母，倍於常情，眾生之分，故來告示。婆羅門女聞此聲已，舉身自撲，肢節皆損，左右扶持，良久方蘇。而白空揚：願佛前聞，速說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將死不久，時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與供養不但早反射，端坐思維吾之名號，即當知母所生去處。是婆羅門女尋禮佛已，即歸其舍，以憶母故，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經一日一夜，忽見自身到一海邊，其水湧沸，多諸惡獸盡伏鐵身，飛走海上，東西持續。見諸男子女人百千萬數，出沒海中，被諸惡獸爭取食啖。又見夜叉，其形各異，或多手多眼多足多頭，口牙外出，利刃如劍，驅諸罪人，使近惡獸，復至撲霍，頭足相就，其形萬類，不敢久視。是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自然無懼。有一鬼王名曰無毒，稽首來迎，白聖女曰：善哉菩薩，何緣來此？是婆羅門女問鬼王曰：此是何處？無毒答曰：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聖女問曰：我聞鐵圍之內地獄在中，是事實否？無毒答曰：實有地獄。聖女問曰：我今云何得到獄所？無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需業力，非此二事，終不能到。聖女又問：此水何緣？而乃湧沸，多諸罪人及以惡獸。無毒答曰：此是閻浮提造惡眾生，生死之者，經49日後，無人計住，唯作功德，求拔苦難。生時又無善因，當具本業所感地獄，自然先渡此海。海東10萬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倍。
三業惡因之所招感，共號業海，其處是也。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地獄何在？無毒答曰：三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差別。所謂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無量，次有千百，亦無量苦。聖女又問大鬼王曰：我母死來未久，不知魂神當至何趣？鬼王問聖女曰：菩薩之母在生習何行業？聖女答曰：我母邪見，譏毀三寶，設惑暫信，船又不敬，死須日淺，未知生處。無毒問曰：菩薩之母姓氏何等？聖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父號尸羅善現，母號月帝利。無毒合掌啟菩薩曰：願聖者卻返本處，無子憂益悲戀。月帝利罪女生天以來，經今3日，云成孝順之子，為母設功修福，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子，非為菩薩之母，得脫地獄，應是無間罪人。此日悉得受樂，俱同生吉。鬼王言畢，合掌而退。婆羅門女沉如夢歸，吾此事已，便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立宏誓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佛告文殊師利：時鬼王無毒者，當今才守菩薩事；婆羅門女者，即地藏菩薩事。分身集會品第2。爾時百千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獄處分身地藏菩薩俱來集在忉利天宮，以如來神力故，各以方面與諸得解脫。從業道出者，亦各有千萬億羅由他數，共持香花來供養佛。彼諸同來等輩，皆因地藏菩薩教化，永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眾等久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暫無休息。以地藏菩薩廣大慈悲心誓願故，各獲果證，記住忉利，心懷踴躍，瞻仰如來，目不暫捨。爾時世尊書金色地摩百千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吾於五濁惡世教化如是剛強眾生，令心調伏，捨邪歸正，實有一義，常樂集在。吾亦分身千百億，廣設方便，或有利根，聞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勸成就；或有暗鈍，久化方歸；或有業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輩眾生，各差別，分身度脫，或現男子身，或現女人身，或現天龍身，或現神鬼身，或現山林川縣河池泉井，利及於人，悉皆度脫。或現天帝身，或現梵王身，或現轉輪王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國王身，或現宰父身，或現官屬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乃至聲聞羅漢辟支佛菩薩等身，而以化道，非但佛身獨現其前，與觀吾累劫勤苦，度脫如是等難化剛強罪苦眾生。其有未調伏者，隨業報應，若墮惡趣受大苦時，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付囑，令娑婆世界自彌勒出世以來眾生悉使解脫，永離諸苦，與佛受記。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共復一形，體淚哀戀，白其佛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正三寶，永離生死，知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謂善事，一無一地，一沙一塵，或毫發許。我漸度脫，
使獲大利，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如是三白佛言，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爾時佛讚地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吾坐與喜，汝能成就久遠劫來發宏誓願，廣度將畢，即證菩提。觀眾生業緣品第三。爾時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問地藏菩薩言，聖者閻浮眾生造業差別，所受報應，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萬世界乃及國土，或有地獄，或無地獄，或有女人，或無女人，或有佛法，或無佛法，乃至聲聞辟支佛，亦復如是。非但地獄罪報一等。摩耶夫人重白菩薩，且願聞於閻浮罪報所感惡趣。地藏答言，聖母唯願聽受。我粗說之。佛母白言，願聖者說。爾時地藏菩薩白聖母言，南閻浮提罪報名號如是。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自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侵損常住，佔污僧尼，或騎男內，恣行淫欲，或殺或害，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地藏白言，聖母，若有眾生作如是罪，當墮五無間地獄，求暫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重白地藏菩薩言，云何名為無間地獄？地藏白言，聖母，諸有地獄在大鐵圍山之內，其大地獄有18所，次有500，名號各別，次有千百，名字亦別。無間獄者，其獄城周匝8萬餘里，其城純鐵，高1萬里，城上火聚，少有空缺。其獄城中諸獄相連，名號各別，獨有一獄，名曰無間。其獄周匝18000里，獄長高1000里，悉是鐵圍，上火設下，下火設上，鐵蛇鐵狗，吐火持續。獄牆之上，東西而走，獄中有床，遍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遍臥滿床。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床上。眾業所感，獲報如是。又諸罪人，備受眾苦，千百夜叉，及以惡鬼，口牙如劍，眼如電光，手復銅爪。施熱罪人，復有夜叉，則大鐵擊，中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拋空翻接，或至床上，復有鐵鷹，擔罪人目，復有鐵蛇，繞罪人頸，百肢節內，悉下長釘，拔舌耕泥，抽腸錯斬，羊銅灌口，熱鐵纏身，萬死千生，業感如是。動經一劫，求出無期。此界壞時，既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無間罪報，其事如是。又五是業感，故稱無間。何等為五？一者日夜受罪，以至劫數，無時間絕，故稱無間。二者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稱無間。三者罪器叉棒，鷹蛇狼犬，對磨鋸狀，錯桌鑊湯，鐵網鐵繩，鐵驢鐵馬，生甲落手，熱鐵繞身，機吞鐵丸，喝飲鐵汁，從連境劫，數羅由他，苦楚相連，更無間斷，故稱無間。
四者不問男子女人，江湖夷敵，老幼貴賤，或龍或神，或天或鬼，罪行業感，悉同受之，故稱無間。五者若墮此獄，從初入時至百千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求一念間暫住不得，除非業盡，方得受生，以此連連，故稱無間。地藏菩薩百姓無言。無間地獄粗說如是，若廣說地獄罪器等名及諸苦事，一劫之中求說不盡。摩耶夫人聞已愁憂，合掌頂禮而退。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來，威神力護，遍百千萬億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業報眾生。若非如來大慈力護，即不能作如是變化。我今又蒙佛付囑，自阿逸多成佛以來，六道眾生，顯令度脫。唯言世尊，願不有慮。爾時佛告地藏菩薩：一切眾生未解脫者，性色無定，惡習結業，善習結果，為善為惡，逐境而生，輪轉五道，暫無休息，動經塵劫，迷惑障難，如遊網，像是長流，脫入暫出，又復遭網，以是等輩，吾當憂念，汝既不是往緣，累劫重世，廣度罪輩，吾復何慮？說是語時，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薩累劫以來各發何願？今蒙世尊殷勤讚歎，唯願世尊略而說之。爾時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羅由他不可說劫。爾時有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6萬劫，未出家時為小國王，與一鄰國王為友，同行十善，饒益眾生。其鄰國內所有人民多做眾惡，二王議計，廣設方便。一王發願，早成佛道，當度是輩，寧使無餘。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寧使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薩：一王發願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來事。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即地藏菩薩事。復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淨蓮花目如來，其佛壽命40劫。像法之中有一羅漢，福度眾生，因賜教化與一女人，自若光目，切食供養。羅漢問之，欲願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救拔，未知我母生處何趣。羅漢聞之，為入定觀，見光目女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漢問光目言：與母在生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習為好食淡如鱉之屬，所食如鱉，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次情食淡，計其命數千萬復倍。尊者慈憫，如何哀救？羅漢聞之，為作方便，勸光目言：汝可自成，念清淨蓮花目如來，兼數劃形象，全忘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尋獲佛像而供養之，復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後，夢見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當生汝家，才覺飢寒，即當言說。其後家內彼生一子，未滿3日，而乃言說，稽首悲泣，告於光目：生死業緣，果報自受。吾是汝母，久處暗冥，
自別以來累墮大地獄，蒙予福力，方得受生，為下賤人，又復短命，壽年13，更落惡道，汝有何計令吾脫免？光目聞說：知母無疑，更焉悲啼而白悲子。既是我母，合知本罪，作何行業墮於惡道？悲子答言：以殺害毀罵二業受報，若非蒙福，救拔吾難。以是業故，未合解脫。光目問言：地獄罪報其事云何？悲子答言：最苦之事不忍清說，百千歲中卒白難境。光目聞已，涕淚號泣，而白空界：願我之母永脫地獄，不13歲，更無重罪。及力惡道十方諸佛慈哀憫我，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若得我母永離三途及施下賤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花目如來像前，卻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境，我然後方成正覺。發誓願已，具聞清淨蓮花目如來而告之曰：光目與大慈憫，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吾觀與母13歲不捨此報已，生為梵志，壽年100歲。過是報後，當生無憂國土，壽命不可計劫，後成佛果，廣度人天，數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爾時羅漢福道光目者，即無盡意菩薩事；光目母者，即解脫菩薩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薩事。過去久遠劫中如是慈憫，發恒河沙願，廣度眾生。未來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惡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語者，兩舌惡口者，毀謗大乘者，如是諸業眾生，必墮惡趣。若遇善知識，勸令一彈指間，歸依地藏菩薩，是諸眾生即得解脫三惡道報。若能至心歸敬及瞻禮讚歎，香花衣服種種珍寶，或服飲食，如是奉事者，未來百千萬億劫中，常在諸天受勝妙樂。若天福盡，下生人間，遊百千劫，常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薩有如此不可思議大威神力，廣利眾生。汝等諸菩薩當記是經，廣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願不有慮，我等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必能成佛威神，廣演是經，於閻浮提利益眾生。定自在王菩薩白世尊已，合掌恭敬作禮而退。爾時四方天王驅從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薩於久遠劫來發如是大願，云何至今猶道未絕？更發廣大誓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未來現在天人眾等廣利益故，說地藏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內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脫一切罪苦眾生。方便之時，四天王言：唯願世尊願樂欲聞。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薩久遠劫來，一至於今度脫眾生，猶未不遠。慈憫此世罪苦眾生，復觀未來無量劫中，因慢不斷，以是之故，又發重願。如是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中，百千萬億方便，而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攝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着夾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爭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親貴者，說醜陋農殘報；若遇慳吝者，
說所求為願報；若遇飲食無道者，說飢渴焉病報；若遇田獵刺情者，說驚惶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反生鞭打現受報；若遇妄報生初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暗啞報；若遇輕發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地獄報；若遇污梵無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灼傷生者，說輪迴抵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飢餓報；若遇非禮毀用者，說所求決絕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白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如是等閻浮提眾生，身口意業惡習結果，百千報應。今粗略說如是等閻浮提眾生業感差別，地藏菩薩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諸眾生先受如是等報，後墮地獄，動經劫數，無有出期。是故汝等護人護國，無令是諸眾業迷惑眾生。四天王聞已，涕淚悲嘆，合掌而退。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如來慈憫，轉大法輪，婆羅門女救慈親，國花度迷津，摩耶夫人請問地藏因。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地獄名號品第五。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地藏菩薩言：仁者，願為天龍四眾及未來現在一切眾生，說娑婆世界及閻浮提罪苦眾生所受報處地獄名號及惡報等事，使未來世末法眾生知是果報。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力，略說地獄名號及罪報惡報之事。仁者，閻浮提東方有山，號若鐵圍，其山黑邃，無日月光，有大地獄，號極無間。又有地獄名大阿鼻，復有地獄名曰四國，復有地獄名曰飛刀，復有地獄名曰火箭，復有地獄名曰甲山，復有地獄名曰通窗，復有地獄名曰鐵車，復有地獄名曰鐵床，復有地獄名曰鐵牛，復有地獄名曰鐵衣，復有地獄名曰千印，復有地獄名曰鐵雷，復有地獄名曰羊銅，復有地獄名曰普柱，復有地獄名曰流火，復有地獄名曰耕舌，復有地獄名曰錯手，復有地獄名曰燒腳，復有地獄名曰淡眼，復有地獄名曰鐵丸，復有地獄名曰爭論，復有地獄名曰鐵夫，復有地獄名曰多親。地藏白言：仁者，鐵圍之內有如是等地獄，其數無限，更有叫喚地獄、拔舌地獄、糞尿地獄、銅鎖地獄、火象地獄、火狗地獄、火馬地獄、火牛地獄、火山地獄、火石地獄、火床地獄、火梁地獄、火鷹地獄、鋸牙地獄、剝皮地獄、飲血地獄、燒手地獄、燒腳地獄、倒刺地獄、火屋地獄、鐵屋地獄、火狼地獄，如是等地獄，其中各各復有諸小地獄，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號各各不同。地藏菩薩告普賢菩薩言：仁者，此者皆是南閻浮提行惡眾生業感如是，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是故眾生莫輕小惡，以為無罪，死後有報，
纖毫受之。父子至親，其勞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說地獄罪報之事，唯願仁者暫聽是言。普賢答言：吾已久知三惡道報，望仁者說，令後世沒法一切惡行眾生。聞仁者說，使令歸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獄罪報其事如是，或有地獄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獄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獄鑊湯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獄赤燒銅柱，使罪人抱；或有地獄使諸火燒，趁及罪人；或有地獄一向寒冰；或有地獄無限糞尿；或有地獄純非疾泥；或有地獄多轉火槍；或有地獄圍撞胸背；或有地獄彈燒手足；或有地獄盤繞鐵蛇；或有地獄驅逐鐵狗；或有地獄盡駕鐵雷。仁者，如是等報，各國獄中有100,000種業道之器，無非是銅是鐵是石是火，此4種物眾業行感。若廣說地獄罪報等事，一一獄中更有100,000種苦楚，何況多獄？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問，略說如是。若廣解說，蓬劫不盡。如來讚歎品第6。爾時世尊舉身放大光明，遍照100,000萬億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出大音聲，普告諸佛世界一切諸菩薩摩訶薩及天龍鬼神人非人等，聽吾今日稱揚讚歎地藏菩薩摩訶薩於十方世界現大不可思議威神慈悲之力，救護一切罪苦之事。吾滅度後，與等諸菩薩大士及天龍鬼神等廣作方便，維護是經，令一切眾生證涅槃樂。說是語已。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普廣，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見世尊讚歎地藏菩薩有如是不可思議大威神德，唯願世尊為未來世末法眾生宣說地藏菩薩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諸天龍八部及未來世眾生頂受佛語。爾時世尊告普廣菩薩及四眾等：諦聽諦聽，吾當為汝略說地藏菩薩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廣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普廣菩薩：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地藏菩薩摩訶薩名者，或合掌者、讚歎者、作禮者、戀慕者，是人超越30劫罪。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畫形象，或土石膠漆、金銀銅鐵，作此菩薩一瞻一禮者，是人百返生於33天，永不墮於惡道。假如天福盡故，下生人間，猶為國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厭女人身，盡心供養地藏菩薩畫像及土石、膠漆、銅鐵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飲食、衣服、燈彩、床幡、錢、寶物等供養。是善女人，盡此一報女身，100,000萬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況復受？除非持願力故，要受女身，度脫眾生，成施供養地藏力故，及功德力100,000萬劫不受女身。復次普廣，若有女人厭視醜陋多疾病者，但於地藏像前至心瞻禮，食頃之間，是人千萬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圓滿，是醜陋女人，如不厭女身，即100,000萬億生中常為王女，乃及王妃、宰婦大聖、大長者女，端正受生，諸相圓滿，由至心故，瞻禮地藏菩薩，獲福如是。
復次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對菩薩像前作諸伎樂及歌詠讚歎，香花供養，乃至勸於一人多人，如是等輩，現在世中及未來世，常得8,000鬼神日夜維護，不令惡事接吻其耳，何況親受諸橫，復次普廣。未來世中若有惡人及惡神惡鬼，見有善男子善女人，歸敬供養讚歎瞻禮地藏菩薩形象，或妄生譏毀，倘無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齒笑，或背面非，或勸人共非，或一人非，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譏毀者，如是之人，賢劫千佛滅度，譏毀之報，尚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罪，過是劫已，方受餓鬼，又經千劫復受畜生，又經千劫方得人身，縱受人身，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多被惡業來結其心，不久之間復墮惡道。是故普廣譏毀他人供養，尚獲此報，何況別生惡見毀滅，復次普廣。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久處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夢惡鬼，乃及家親，或遊險道，或多厭離，共鬼神遊，日月歲心，轉復汪濟，眠中叫苦，慘淒不樂者，此皆是業道論對，未定輕重，或難捨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是事，但當對諸佛菩薩像前，高聲轉讀此經一片，或取病人可愛之物，或衣服寶貝，莊嚴捨責，對病人前高聲唱言：我某甲等為是病人，對經像前捨諸等物，或供養經像，或造佛菩薩形象，或造塔子，或燃油燈，或施常住，如是300病人，顯令聞之，假令諸色分散，志氣盡者，乃至1日、2日、3日、4日至7日以來，但高聲白、高聲讀經，是人命終之後，宿殃重罪。至於5無間罪，永得解脫，所受生處，常知宿命。何況善男子善女人，自書此經，或教人書，或自塑畫菩薩形象，乃至教人塑畫，所受果報必獲大利。是故普廣，若見有人讀誦是經，乃至一念讚歎是經，或恭敬者，語須8,000方便勸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來現在千萬億不可思議功德，復此普廣。若未來世諸眾生等，或夢或寐，見諸鬼神，乃及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嘆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10生、100生、1000生，過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屬，在於惡趣未得出嚟，無處希望福力救拔，當告宿世骨肉，使作方便，願離惡道。普廣予以神力顯示眷屬，寧對諸佛菩薩像前，自心自讀此經，或請人讀，其數3片或7片，如是惡道眷屬，經聲不是片數，當得解脫，乃至夢寐之中永不復見，復次普廣。若未來世有諸下賤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諸不自由之人，各之宿業，要懺悔者，自心瞻禮地藏菩薩形象，乃至17日中念菩薩名，可滿萬遍。如是等人盡此報後，千萬生中常生尊貴，更不經三惡道苦，復此普廣。若未來世中閻浮提內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一切人等及異性種族有生產者，或男或女，7日之中早遇讀誦此不思議經典，更為念菩薩名，可滿萬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宿有殃報，便得解脫，安樂頤養，壽命增長。若是成福生者，轉增安樂及與壽命，復此普廣。若未來世眾生於月、1日、8日、14日、15日、
18日、23、24、28、29日乃至30日是諸日等諸罪結集，並其輕重，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何況刺情殺害、攝盜邪淫、妄語百千罪狀，能於是十齋日對佛菩薩諸賢聖像前讀是經一遍，東西南北百由旬內無諸災難，當此居家若長若幼，現在未來百千歲中永離惡趣，能於十齋日每轉一遍，現世令此居家無諸橫病，衣食豐溢，是故普廣。當知地藏菩薩有如是等不可說百千萬億大威神力，利益諸事閻浮眾生，於此大事有大因緣，是諸眾生聞菩薩名，見菩薩像，乃至聞是經3字5字或一偈一句者，現在殊妙安樂，未來之世百千萬生常得端正，生尊貴家。以時普廣菩薩聞佛如來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已，胡跪合掌，復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議神力及大誓願力，為未來眾生顯之利益，故問如來為言頂受。世尊，當何名此經？使我云何流布？佛告普廣：此經有3名，一名地藏本願，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誓力經。原此菩薩久遠劫來發大重願，利益眾生，是故汝等依願流布。普廣聞已，合掌恭敬，作禮而退。利益存亡品第7。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觀是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獲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惡緣，念念增益，是等輩人如履泥途，負於重石，漸困漸重，足步深邃。若得遇知識，替喻減負，或傳喻負，是知識有大力故，復相輔助，勸令勞腳。若達平地，雖省惡路，無再經歷。世尊，雜惡眾生從諂毫間，便至無量，是諸眾生有如此雜。臨命終時，父母眷屬而為切腹，以知前路，或緣翻蓋及燃油燈，或轉讀專經，或供養佛像及諸聖像，乃至念佛菩薩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號，歷臨終人耳根，或聞在本識，是諸眾生所造惡業，計其或果，必墮惡趣。原是眷屬為臨終人修此聖因，如是眾罪悉皆消滅。若能更為生死之後7日內廣造眾善，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眷屬利益無量，是故我今對佛世尊及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勸於閻浮提眾生臨終之日，慎勿殺害及造惡緣，拜祭鬼神，求諸妄量。何以故？以所殺害乃至拜祭，無纖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結罪緣，轉增深重。假使來世或現在生，得獲聖分，生人天中，原是臨終被諸眷屬造是惡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對變，晚生善處。何況臨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小善根，各具本業，自受惡趣，何忍眷屬更為增業？譬如有人從遠地來，絕糧3日，所負擔物強過100斤，不遇鄰人，更負小物，以是之故轉復困重。世尊，我觀閻浮眾生，但能於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塵，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說是語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大辯，是長者久證無生，化度十方，現長者身，合掌恭敬問地藏菩薩言：大士，是南閻浮提眾生命終之後，小大眷屬為修功德，乃至設齋造眾善因，
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脫否？地藏答言：長者，我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生成佛威力略說是事。長者，未來現在諸眾生等臨命終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一辟支佛名，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做重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做福利一切聖事，7分之中而乃獲1/6份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來現在善男女等聞見自修，份份己獲。無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遊神，未知罪福7日內，如痴如聾，或在諸師辯論業果，審定之後具業受生，未測之間千萬受苦，何況墮於諸惡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7日內念念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利救拔，過是日後隨業受報。若是罪人，動經千百歲中無解脫日；若是五無間罪，墮大地獄，千劫萬劫永受眾苦。復此長者，如是罪業眾生，命終之後眷屬骨肉為修營齋，資助業道，未齋食境及營齋之次，米金菜葉不棄於地，乃至諸食未獻佛僧，勿得先食。如有違食及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護淨奉獻佛僧，是命中人7份獲1。是故長者嚴浮眾生，若能為其父母乃至眷屬，命終之後設齋供養，至心勤懇，如是之人全亡獲利。說是語時，忉利天宮有千萬億羅由他嚴浮鬼神，悉發無量菩提之心，大便長者作禮而退。閻羅王眾讚歎品第8。爾時鐵圍山內有無量鬼王與閻羅天子俱詣忉利，來到佛所。所謂惡毒鬼王、多惡鬼王、大淨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飛身鬼王、電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壽鬼王、負石鬼王、主號鬼王、主禍鬼王、主食鬼王、主財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獸鬼王、主味鬼王、主產鬼王、主命鬼王、主疾鬼王、主險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利瑟王、大奇利瑟王、奇利叉王、大奇利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各與百千諸小鬼王盡居閻浮提，各有所則，各有所主。是諸鬼王與閻羅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薩摩訶薩力，俱詣忉利，在一面立。爾時閻羅天子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與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薩摩訶薩力，方得詣此忉利大會，亦是我等獲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問世尊，惟願世尊慈悲宣說。佛告閻羅天子：賜予所問，吾為汝說。是時閻羅天子瞻禮世尊及回視地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觀地藏菩薩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眾生，不辭疲倦，是大菩薩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事，言諸眾生獲脫罪報，未久之間又墮惡道。世尊，是地藏菩薩既有如是不可思議神力，云何眾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脫？惟願世尊為我解說。佛告閻羅天子：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服。是大菩薩於百千劫頭救拔如是眾生，早令解脫，是罪報人，乃至墮大惡趣。菩薩以方便力拔出根本業緣，而顯悟宿世
之事，自是閻浮眾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勞師菩薩久經劫數而作度脫。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誤入險道，其險道中多諸夜叉及虎狼獅子、猿蛇蝮蠍，如是迷人，在險道中須臾之間即遭諸毒，有一知識多解大術，善禁褻瀆，乃及夜叉諸惡毒等，忽逢迷人，欲盡險道而與之言：絕哉男子，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異術能制諸毒？是迷路人忽聞是語，方知險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識提攜接手，引出險道，免諸惡毒，至於好道，令得安樂。而與之言：絕哉迷人，自今以後，勿理是道，此路入者，卒難得出，復損性命。是迷路人亦心感重。臨別之時，知識又言：若見親知及諸路人，若男若女，言於此路，多諸毒惡，喪失性命，無令是眾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薩具大慈悲，救拔罪苦眾生，生人天中，令受妙樂。是諸罪眾之業道苦，脫得出離，永不再歷。如迷路人誤入險道，遇善知識引接令出，永不復入。逢見他人復勸莫入，自然因是迷故，得解脫境，更不復入。若在理淺，又常迷誤，不覺舊塵所落險道，或致失命而墮惡趣。地藏菩薩方便力故，使令解脫。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若業結重，永處地獄，無解脫時。爾時惡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諸鬼王，其數無量，在閻浮提，或利益人，或損害人，各各不同。然是業報，使我眷屬遊行世界，多惡少善，個人家庭，或成邑聚落，莊園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無法善事，乃至園一幡一蓋，小香小花供養佛像及菩薩像，或轉讀專經，燒香供養一句一偈，我等鬼王敬禮是人。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斥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維護，不令惡事橫事，惡病橫病，乃至不如意事近於此舍等處，何況入門？佛讚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及汝閻羅，能如是擁護善男女等，吾亦告梵王帝釋，令維護汝。說是語時，會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業緣，主閻浮人命，生時死時，我皆主之。在我本願，甚欲利益，自是眾生不會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閻浮提人初生之時，不聞男女，或欲生時，但作善事，增益舍宅，自令土地無量歡喜，擁護子母，得大安樂，利益眷屬，或以生下慎勿殺害，取諸鮮味，供給產母及廣聚眷屬，飲酒食肉，歌樂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樂。何以故？是產難時，有無數惡鬼及魍魎精魅，欲食腥血，是我早令舍宅土地，寧其呵護子母，使令安樂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見安樂故，便合切腹，搭諸土地，翻為殺害，集聚眷屬，以是之故，梵殃自受。子母俱損。又閻浮提臨命中人，不問善惡，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惡道，何況自修善根，增我力故。是閻浮提行善之人，臨命中時，亦有百千惡道鬼神，或變作父母，乃至諸眷屬，引接亡人，令落惡道。何況本造惡者？世尊，如是閻浮提男子女人臨命中時，神識分微，不辨善惡，乃至眼耳更無見聞。是諸眷屬當須設大供養，轉讀專經，念佛菩薩名號，如是善緣。
能令亡者離諸惡道，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眾生臨命終時，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或大乘經典一句一偈，我觀如是輩人，除五無間殺害之罪，小小惡業合墮惡趣者，尋即解脫。佛告主命鬼王，與大慈故，能發如是大願，於生死中獲諸眾生，若未來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時，與莫退是願，總令解脫，永得安樂。鬼王白佛言：願不有慮，我不是仍念念擁護閻浮眾生，生是死時俱得安樂。但願諸眾生於生死時信受我語，無不解脫，獲大利益。以時佛告地藏菩薩：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經8,000生作大鬼王，於生死中擁護眾生，是大士慈悲願故，現大鬼身，實非鬼也。卻後過170劫，當得成佛，號曰無上如來，劫名安樂，世界名正住，其佛壽命不可計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議，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稱佛名號品第9。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為未來眾生演利益事，於生死中得大利益，唯願世尊聽我說之。佛告地藏菩薩：汝今欲興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眾生，演不思議事。今正是時，唯當速說。吾即涅槃，使汝早不是願。吾亦無憂，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地藏菩薩白佛言：世尊，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邊身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暫生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況塑畫形象，供養讚歎，其人獲福無量無邊。由於過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號寶勝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一彈指傾，發心歸依，是人於無上道永不退轉。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波頭摩勝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力於耳根，是人當得千返生於六欲天中。何況至心清念，由於過去不可說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獅子吼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一念歸依，是人得與無量諸佛摩頂受記。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拘留孫佛，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至心瞻禮或復讚歎，是人於賢劫千佛會中為大梵王得受上記。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毗婆尸佛，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永不墮惡道，常生人天，受勝妙樂。由於過去無量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號寶勝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不竟不墮惡道，常在天上受勝妙樂。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寶上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生恭敬心，是人不久得阿羅漢果。由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袈裟藏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者，超100大劫生死之罪。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大通山王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者，是人得遇恒河沙佛廣為說法，必成菩提。由於過去有淨月佛、山王佛、智勝佛、淨明王佛、智成就佛、無上佛、妙聲佛、滿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說佛。世尊，現在未來一切眾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號，功德無量，何況多名。是眾生等生時死時自得大利，終不墮惡道。若有臨命終人，家中眷屬乃至一人為是病人，高聲念一佛名，
是命中人，除五無間罪如業報等悉得消滅。是五無間罪雖至極重，動經億劫了不得出。成師臨命終時，他人為其稱念佛名，於是罪中亦漸消滅。何況眾生自稱自念，獲福無量，滅無量罪。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普賢啟問，地藏宏開，三途六道絕塵埃。普廣問如來，受記十齋，接引上蓮台。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較量布施功德圓品第10。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成佛威神，從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觀業度眾生，較量布施，有輕有重，有一生受福，有10生受福，有100生、1000生受大福利者，是事云何？唯願世尊為我說之。爾時佛告地藏菩薩：吾今於忉利天宮一切眾會，說閻浮提布施較量功德輕重，汝當諦聽，吾為汝說。地藏白佛言：我兒是事，願樂欲聞。佛告地藏菩薩：南閻浮提有諸國王、宰富大臣、大長者、大剎利、大婆羅門等，若遇罪下貧窮，乃至聾殘暗啞、聾痴無目，如是種種不緣具者，是大國王等欲布施時，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親手遍布施，或使人施，婉言慰喻，是國王等所獲福利，如布施白恒河沙佛功德之利。何以故？原是國王等於是最貧賤輩及不緣具者，發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報，100,000生中常得7寶具足。何況衣食受用，復此地藏，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至婆羅門等遇佛塔子或佛形象，乃至菩薩聲聞辟支佛像，恭至營辦供養布施，是國王等當得3劫為帝釋身，受勝妙樂。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國王等於10劫中常為大梵天王。復此地藏，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至婆羅門等遇先佛塔廟或至經像毀壞破落，乃能發心修補，是國王等或自營辦，或勸他人，乃至100,000人等布施結緣，是國王等100,000生中常為轉輪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100,000生中常為小國王身，更能於塔廟前發回向心，如是國王乃及諸人盡成佛道，以此果報無量無邊。復此地藏，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見諸老病及生產婦女，若一念間具大慈心，布施醫藥飲食臥具，使令安樂，如是福利最不思議。100劫中常為淨居天主，200劫中常為六欲天主，不竟成佛，永不墮惡道，乃至100,000生中已不聞苦聲。復此地藏，若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能作如是布施，獲福無量，更能回向，不問多少，不竟成佛，何況釋梵轉輪之報？是故地藏普勸眾生當如是學。復此地藏，未來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種小善根，無法沙塵等許，所受福利不可為喻。復此地藏，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形象、菩薩形象、辟支佛形象、轉輪王形象布施供養，得無量福，常在人天受勝妙樂。若能回向法界，
是人福利不可為喻。復此地藏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經典，或聽聞一偈一句，發殷重心讚歎恭敬，布施供養，是人獲大果報無量無邊。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為喻。復此地藏若未來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子大乘經典，身者布施供養，瞻禮讚歎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毀壞者，修補營禮，或讀發心，或勸多人同共發心。如是等輩30生中，常為諸小國王，檀越之人常為輪王，還以善法教化諸小國王。復此地藏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所種善根，或布施供養，或修補塔子，或裝理經典，乃至一毛一塵一沙一地，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是人功德8,000生中受上妙樂。如但回向自家眷屬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3生受樂，捨一得萬報。是故地藏布施因緣，其事如是。地神護法品第11。爾時堅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從昔來瞻視頂禮，無量菩薩摩訶薩，皆是大不可思議神通智慧，廣度眾生。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諸菩薩誓願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如文殊、普賢、觀音、彌勒，亦化8,000身形，度於六道，其願尚有不竟。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切眾生，所發誓願劫數如千百億恒河沙。世尊，我觀未來及現在眾生於所住處，於南方清潔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龕室，是中能塑畫，乃至金銀銅鐵作地藏形象，燒香供養，瞻禮讚歎，是人居處即得10種利益。何等為10？一者土地豐揚，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生天，四者現存益壽，五者所求遂意，六者無水火災，七者虛耗辟除，八者杜絕惡夢，九者出入神護，十者多遇聖恩。世尊，未來世中及現在眾生，若能於所住處方面作如是供養，得如是利益。復白佛言：世尊，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所住處有此經典及菩薩像，是人更能轉讀經典供養菩薩。我常日夜以本神力維護是人，乃至水火盜賊、大橫小橫一切惡事，悉皆消滅。佛告堅牢地神：與大神力諸神少及，何以故？閻浮土地悉蒙與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葦、穀米寶貝，從地而有，皆因與力。又常稱揚地藏菩薩利益之事，與之功德及以神通8,000倍於常分地神。若未來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菩薩及轉讀是經，但依地藏本願經一事修行者，予以本神力而擁護之，勿令一切災害及不如意事接聞於耳，何況令受？非但與讀護是人故，亦有釋梵眷屬、諸天眷屬擁護是人，何故得如是聖言擁護？皆由瞻禮地藏形象及轉讀是本願經故，自然不竟出離苦海，證涅槃樂。以是之故，得大擁護。見聞利益品第12。爾時世尊從頂門上放8,000萬億大毫相光，所謂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穗毫相光、大穗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
紫毫上光大紫毫上光，青毫上光大青毫上光，碧毫上光大碧毫上光，紅毫上光大紅毫上光，綠毫上光大綠毫上光，金毫上光大金毫上光，慶雲毫上光大慶雲毫上光，穿輪毫光大穿輪毫光，寶輪毫光大寶輪毫光，日輪毫光大日輪毫光，月輪毫光大月輪毫光，宮殿毫光大宮殿毫光，海雲毫光大海雲毫光，於頂門上放如是等毫上光語，出微妙音告諸大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聽吾今日於忉利天宮稱揚讚歎地藏菩薩於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議事，超勝恩事，正十地事，不境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說是語時，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觀世音，從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薩摩訶薩具大慈悲，憐憫罪苦眾生，於千萬億世界化千萬億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議威神之力，我聞世尊與十方無量諸佛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云：正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猶不能盡，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眾，欲稱揚地藏利益等事，唯願世尊為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令天龍八部瞻禮獲福。佛告觀世音菩薩：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若天若龍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眾生，聞汝名者，見汝形者，戀慕汝者，讚歎汝者，是諸眾生於無上道必不退轉，常生人天，具受妙樂，因果將熟，遇佛受記。汝今具大慈悲，憐憫眾生及天龍八部，聽吾宣說地藏菩薩不思議利益之事，汝當諦聽。吾今說之。觀世音言：唯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觀世音菩薩：未來現在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盡，有五須上現，或有墮於惡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當現上時，或見地藏菩薩形象，或聞地藏菩薩名，一瞻一禮，是諸天人轉增天福，受大快樂，永不墮三惡道報。何況見聞菩薩以諸香花、衣服、飲食、寶貝、瓔珞布施供養，所獲功德福利無量無邊。復此觀世音，若未來現在諸世界中六道眾生臨命終時，得聞地藏菩薩名，一聲力耳根者，是諸眾生永不歷三惡道苦。何況臨命終時，父母眷屬將是命中人捨擇財物、寶貝衣服，塑畫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終之時，眼耳見聞，知道眷屬將捨擇寶貝等，為其自身塑畫地藏菩薩形象。是人若是業報合受重病者，成施功德，尋即隨遇，壽命增益。是人若是業報命盡，應有一切罪障、業障，合墮惡趣者，成施功德，命終之後即生人天，受勝妙樂，一切罪障悉皆消滅。復此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或與報時，或3歲、5歲、10歲以下，忘失父母，乃及忘失兄弟姊妹，是人年既長大，思憶父母及諸眷屬，不知樂在何趣，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能塑畫地藏菩薩形象，乃至聞名，一瞻一禮，一日至7日，莫退初心，聞名見形，瞻禮供養。是人眷屬假因業故墮惡趣者，計當劫數，成施男女兄弟姊妹，塑畫地藏形象，瞻禮功德，尋即解脫，生人天中，
受勝妙樂。是人眷屬如有福力，以生人天，受勝妙樂者，即成施功德，轉增聖恩，受無量樂。是人更能3-7日中一心瞻禮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滿於萬遍，當得菩薩現無邊身。具告是人眷屬生界，或於夢中菩薩現大神力，親領是人於諸世界見諸眷屬，更能每日念菩薩名千遍。至於千日，是人當得菩薩顯所在土地鬼神終身維護，現世衣食豐溢，無諸疾苦，乃至橫事不入其門，何況及身。是人畢竟得菩薩摩頂受記，復此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發廣大慈心，救度一切眾生者，欲修無上菩提者，欲出離三界者，是諸人等見地藏形象及聞名者，至心歸依，或以香花衣服寶貝飲食供養瞻禮，是善男女等所願速成，永無障礙。復此觀世音，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現在未來百千萬億等願，百千萬億等事，但當歸依瞻禮供養讚歎地藏菩薩形象，如是所願所求，悉皆成就。復願地藏菩薩具大慈悲，永擁護我。是人於睡夢中即得菩薩摩頂受記。復此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於大乘經典心生珍重，發不思議心，欲讀欲誦，縱遇名師教示令熟，傳得傳忘，動經年月不能讀誦。是善男子等有宿業障未得消除，故於大乘經典無讀誦性。如是之人聞地藏菩薩名，見地藏菩薩像，具以本心恭敬陳白，更以香花衣服飲食一切玩具供養菩薩，以淨水一盞，經一日一夜安菩薩前，然後合掌請服，回首向南，臨入口時至心鄭重，服水記筆，慎五身酒肉、邪淫妄語及諸殺害，一7日或3-7日。是善男子善女人於睡夢中具見地藏菩薩現無邊身，於是人處受灌頂水，其人夢覺即獲聰明，應是經典一力耳根，即當永記，更不忘失一句一偈。復此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諸人等衣食不足，頭者乖怨，或多病疾，或多空虛，家宅不安，眷屬分散，或諸橫事多來五身，睡夢之間多有驚怖。如是人等聞地藏名，見地藏形，至心恭敬念滿萬遍，是諸不如意事漸漸消滅，即得安樂，衣食豐溢，乃至於睡夢中悉皆安樂。復此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生，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過渡河海，乃及大水或驚險道，是人先當念地藏菩薩名萬遍，所過土地鬼神維護，行住坐臥永保安樂，乃至逢遇虎狼獅子，一切毒害不能損之。佛告觀世音菩薩，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若說於諸眾生見聞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說不能盡。是故觀世音予以神力流布是經，令娑婆世界眾生百千萬劫永受安樂。以時世尊而說偈言：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若男若女若龍神，報盡應當墮惡道。至心歸依大士身，壽命轉增除罪障。少失父母恩愛者，未知雲神在何趣。兄弟姊妹及諸親，生長以來皆不識，或素或大士身，悲戀瞻禮不暫捨。3-7日中念其名，菩薩當現無邊體。
是其眷屬所生界，眾墮惡趣尋出離。若能不退是初心，即獲摩頂受勝記。欲修無上菩提者，乃至出離三界苦。是人既發大悲心，先當瞻禮大士像，一切諸願速成就，永無業障能遮止。有人發心念經典，欲度群迷超彼岸。雖立是願不思議，船讀船亡多費失。斯人有業障惑故，於大乘經不能記。供養地藏以香花，衣服飲食諸玩具，以淨水安大士前，一日一夜求復之。發因眾生神五身，酒肉邪淫及妄語，37日內勿殺害。至心思念大士名，即於夢中見無邊，國來便得利根耳。應是經教歷耳聞，千萬生中永不忘。以是大事不思議，能使斯人獲此惠。貧窮眾生及疾病，家宅空虛眷屬離，睡夢之中悉不安，求者乖位無清睡。至心瞻禮地藏像，一切惡事皆消滅。至於夢中盡得安，衣食豐饒神鬼護。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惡禽獸及惡人、惡神、惡鬼並惡風，一切諸難諸苦惱，但當瞻禮及供養地藏菩薩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應是諸惡皆消滅。觀音至心聽吾說，地藏無盡不思議，百千萬劫說不周。廣宣大士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聞，乃至見像瞻禮者，香花衣服飲食奉，供養百千受妙樂。若能以此回法界，不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觀音汝當知，普告行沙諸國土。足類人天品第13。爾時世尊舉金色地，由摩地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議，汝之慈悲不可思議，汝之智慧不可思議，汝之辯才不可思議。正使十方諸佛讚歎宣說汝之不思議事，千萬劫中不能得盡。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忉利天中，於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大會之中，在以人天諸眾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囑於汝，無令是諸眾生墮惡趣中，一日一夜，何況更落五無間及阿鼻地獄，動經千萬億劫，無有出奇。地藏是南閻浮提眾生，智性無定，雜惡者多，縱發善心，雖如即退。若遇惡緣，念念增長，以是之故，吾分是形，百千億化道，隨其根性而度脫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眾付囑於汝，未來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種小善根，一毛一塵，一沙一碇，予以道力，擁護是人，漸修無上，勿令退失。復此地藏，未來世中，若天若人，隨業報應，落在惡趣，臨墮趣中，或至門首。是諸眾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薩名，一句一偈，大成經典，是諸眾生予以神力，方便救拔，於是人所現無邊身，為碎地獄，顯令生天，受勝妙樂。以時世尊而說偈言：現在未來天人眾，吾今殷勤付囑汝，以大神通方便道，勿令墮在諸惡趣。以時地藏菩薩摩訶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不以為累。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脫是人，於生死中速得解脫。何況聞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於無上道永不退轉。說是語時，會中有一菩薩名虛空藏。白佛言：
世尊，我自忉利聞於如來讚歎地藏菩薩威神勢力不可思議。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龍聞此經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禮形象，得幾種福利，唯願世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等略而說之。佛告虛空藏菩薩：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說之。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形象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花飲食衣服珍寶布施供養讚歎瞻禮，得28種利益。一者天龍護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集聖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豐足，六者疾疫不臨，七者離水火災，八者無盜賊厄，九者人見陰敬，十者神鬼助持，11者女轉男身，12者為王神女，13者端正相好，14者多生天上，15者或為帝王，16者宿智命通，17者有求皆從，18者眷屬歡樂，19者諸橫消滅，20者業道永除，21者去處盡通，22者夜夢安樂，23者先亡離苦，24者宿福受生，25者諸聖讚歎，26者聰明利根，27者瑤池敏心，28者不竟成佛。復此虛空藏菩薩，若現在未來天龍鬼神聞地藏名，禮地藏形，或聞地藏本願事行，讚歎瞻禮，得7種利益。一者速超聖地，二者惡業消滅，三者諸佛護臨，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長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不竟成佛。爾時十方一切諸來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如來及大菩薩天龍八部聞釋迦牟尼佛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大威神力不可思議，歎未曾有。是時忉利天與無量花香天衣諸鷹供養釋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薩已，一切眾會屈服瞻禮，合掌而退。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地藏本誓較量經因，龍殘暗啞是前生，今世奉大成，福利無窮，決定寶蓮生。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地藏菩薩妙難論，化現金融處處分，三同六道聞妙法，四生十類蒙慈恩，明珠照徹天堂路，金石震開地獄門，累劫親恩蒙接引，九蓮台畔禮慈尊。南無九華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十輪拔苦本尊地藏王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